台北市一间由国防部委托实践大学管理的幼儿园，有家长发现到那像有不当管教的情形，甚至囡仔敢若阁互老师用铁布来打喙。园方这边是赶紧调监视画面来追查，将2个涉案的老师已经甲因停职啦。台北市教育局嘛，甲这2个老师拢罚60万块，而且禁止因搁去幼儿园做教保员。 由国防部委托实践大学经营的幼儿园，才开办3年，所传出激动事件。有家长10月份向园方通报，囡仔亲像遭到不当管教。园方随启动调查，通报教育局2名老师同时透露。他只是会一直反复说他不想来学校，为什么会去学校哭这种话？他踏进学校的时候，他会有点就是哭闹不想进去。 规个事件下见光，传出有小班的家长向园方通报，有老师亲像将囡仔的喙打两包啊，也阁有幼童转去，甲爸爸妈妈讲老师真歹。虽然囡仔身上无发现明显伤痕，也毋过园方毋敢大意，连续2天调挂监视器，调查涉嫌不当管教的2名老师，敢是有其他不当管教行为。事后园方也赶紧伫面册发文，向囡仔甲家长回示咧，好佳在班上的囡仔拢已经渐渐恢复稳定，伫班上学习。一开始的时候是说情绪跟工作压力，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由，因为都是成年人了，本来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做负责。这2位教保服务人员确实有虐待幼儿身心的情事哦，2个人分别是裁罚60万，并且终身不得再进幼儿园担任教保服务人员。我该关注幼儿园敢是有知情不报？北市教育局回应，有另外组调查小组，大约明年1月就会当厘清后续家长。若有发现囡仔出现行为退休，也是身心灵受损的状况，教育局会提供个别辅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